插電編程團體足球賽為密他他立全新嘅恆常比賽，比賽以隊際賽形式進行，每隊由2名初小學生組成，參賽隊伍將被分成多個組別，每隊需要完成多場比賽分出勝負，每隊會先進行2場小組賽，然後按成績分配對手，最後進行32強淘汰賽，直至分出冠亞季軍。每場比賽入面，隊伍需要輪流扮演進攻方同埋防守方各一次。紅圈位置為機械人準備區，綠圈位置為比賽龍門。龍門正面及龍門側面均可以被入球。機械人只可以喺方格之間移動，唔可以踏出白線以外地方，亦不能斜行，但足球可以出界。假設右方為進攻方，進攻方需要先擺放機械人到準備區，一旦確認位置就唔可以再更改。然後防守方有1分鐘時間擺放最多4個障礙物同埋1個機械人龍門。相同方向嘅障礙物不得相連擺放，但可以呈有形。同時障礙物唔可以放置喺禁區範圍內，亦不可以超越中線，但可以放喺禁區白線同埋中間白線上面。然後進攻方有2分鐘時間進行編程，編程完成後可以舉手向評審示意進攻，然後按下編程板按鈕，如成功入球，評審將會記錄編程用時。呢啲都係成功入球嘅情況，不論進攻或防守是否成功，雙方必須互換角色，然後再重複一次比賽流程。